大家好，我係高手小魚，無意外相信大家都知道網吧係一個咩地方嚟㗎啦。咁喺香港，網吧就純粹只係一個用嚟上網打機嘅地方啦。咁喺日本，網吧係一啲人嘅屋企嚟㗎，有班人會視網吧為自己屋企，長期住喺度。咁亦都有個詞語用嚟形容呢啲人嘅，就係叫網吧難民啦。今日嚟講下佢哋。網吧難民係指嗰啲冇固定居所，長期喺網吧滯留嘅人。網吧難民由於各種原因，例如欠租、家庭問題等等，唔能夠再喺自己屋企公寓居住，轉移去24小時營業嘅網吧度住。同嗰啲年紀大而求職困難，又或者冇意欲求職嘅露宿者唔同，網吧難民大部分都係有心揾工，不過揾親嘅工都係兼職日薪、臨時嘅工作，咁樣去過日子，用晒啲錢啦，就再做下咁樣。同中國嘅山河大神有幾分相似。講到呢個位，大家或者會問，點解日本啲人會揀網吧嚟住嘅呢？因為佢哋都中意打機，梗係唔係啦。首先，頭先講咗，網吧係24小時營業，呢個好緊要，唔係24住唔到㗎啦。然後喺晚間特殊時段，網吧收費會平好多，平地就可以租個人房嚟用，自己屋企咁樣㗎啦。跟住日本啲網吧有啲仲有得沖涼㗎，有沖涼房喺度，配套咁好，收費又唔係話好貴，負擔得到，好自然地就咁樣喺網吧住宿啦。有啲錢嘅話，梗係住網吧好過麥當勞啦。麥當勞係真係窮到一個點，少少錢都出唔到，先至會選擇。有得揀，邊有人會揀麥當勞㗎？冇得沖涼，又冇個人空間，純粹一個瓦遮頭，真係好差。講漏咗，佢哋揀網吧嚟住，亦都有個重要原因，就係網吧有電腦上網，方便佢哋揾嘢做。而家網絡年代，咩工都放網上㗎嘛，你冇得上網，變相好難揾到嘢做，所以明點解揀網吧啦。好啦，咁啲網吧難民會唔會話帶嚟咗一啲問題咁樣呢？咁就點都會有㗎啦。首先，啲網吧難民好多時會利用網吧電腦去做啲違法嘢，從中賺取利潤。例如偷網吧電腦啲遊戲軟件、DVD 影片放出去賣，做黃牛黨，喺網上平台炒賣門票咁樣。跟住由於啲網吧難民無家可歸，四處遊蕩，到咁上下先返網吧嘅關係，佢哋好容易會惹到啲傳染病返嚟，出面條街咁多菌，你明白㗎啦。然後再喺網吧傳開去，惹到其他喺網吧嘅使用者，令到網吧成為病毒嘅溫床，都真係幾麻煩。咁而政府亦都好難管到佢哋，因為呢啲難民周圍走㗎嘛，流浪者咁樣，想理都理唔到咁多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了解咩係網吧難民㗎啦。一個社會真係咩人都有，有啲人係真係可以好慘，慘到你想象唔到，連一個固定居所都冇，只能夠喺條街度流浪，咁樣去過日子。所以有個固定居所，簡簡單單咁樣生活，喺個社會入面都叫唔差，贏到部分人㗎啦。
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啦。咁亦都祝嗰啲難民早日唔使再做難民，喺條街度流浪過日子啦。